的课题。经典如何传承，又如何顺应不同的时空，呈现出相异的审美特质呢？接下来的2首曲目都是音乐史上的典范之作。柴可夫斯基主题幻想曲集结柴可夫斯基广为人知的《天鹅湖》《胡桃钳》《俄罗斯舞曲》等片段，重新谱写成管乐合奏曲。降 E 大调第1组曲则是现代管乐发展的里程碑，3个乐章呈现出庄严、轻快与壮阔的多样表情，重新定义管乐团的可能性。希望透过2首作品，带领大家回顾传统，展望未来。欢迎起点管乐团。